因为你咱做艺人嘛，哈，有这个机会徛在台电，还是讲会当发声出唱片对吧？哈，啊，大家有介意的时阵，所以回馈进来很多的这个资源。对，对耶哈。对，所以我常常讲说，其实龙千玉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呐，是因为我今天呢靠 Hoppo， 好，我要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哈，成为一个歌星，歌星，那也是因为而且美梦也成真，然后一路也可以因为自己的工作也可以过一点不一样的生活，对不对？哈，改善了。对，这一些呢，全部都是大家给我的，都是大家给我的，所以无时无刻的，就是包括我现在要上台表演的时候，我都是用一颗满满感恩的心这样子，然后就是慢慢学习以后，我发现心灵呢，其实比物质更重要，因为物质是一个无底洞，永无止境的，对，永无止境，追不完，对，追不完。而且你拿到的时候，其实你的心里已经乱了。而且，因为你还有更多的想要，对，而且那种高兴哈，其实朋友你们可以自己试试看，高兴其实可能高兴短暂，对不对？短暂的啦，对，短暂的。而且高兴的极致哈，你除了高兴还有什么呢？对不对哈？对不对？比如讲，咱今日买一束衫啦，吼，足水的啦，咱这束衫家己看真欢喜，但是咱来穿出去互人看，人给你学了，你嘛就欢喜对吧？对啊。但是人家跟你讲，你想去书不看，没有啦。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被影响，被话勾住了？嗨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就是在学如何不起心动念。虽然有难度哈，不过我们鼓励大家哈。阿 Q 刚刚有一部分我觉得讲的最好，就是他说，你俩今天被犒赏自己，还不行丢呀？你在走你走哈，那不是不对的哈，是此时此刻他有一个感恩的心是也。资源来自于社会大众给予的哈，我们是艺人嘛哈，买希望讲那有机会牺牲，我们就多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哈。是，大家一起分享。我觉得你最棒的啦，真的。我嘛写山那走，因为我们的声音是可以带着走的哈，对不对哈？你说他其实有一些历练没有错哈，他也有一些也被要求哈，但是呢，至少我的这个武器啊哈，或者说我可以奉献出来的。黑些也在炸的造哈。我常常说，我们真的很有福报。比如说你 bingo， 你讲了一句很有用的话，那这句话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的想法。是，对。那他因为听了你这句话以后，他改变了。这功德就很大了。那我们也是，我们唱一个歌啊，笑看人生。人生啊，都日头吼，嘛是4-5点伊嘛是吼都为当兵嘛是个爱升起来了哈。差不多可能今嘛5-6点嘛啦哈，他一样还是要下去了。就刚才就要讲的，欢喜嘛一天，快乐嘛是一天啦。咱都爱来欢喜啊，唔通跟迄个生气的，跟迄个痛苦。对吧？哈，自寻烦恼。好，我们赶快送给大家这首歌哈，这首歌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听哈，笑看人生哈。我干嘛哈？我高兴下来了哈。龙千玉暂时不如意，唔通家己心破水冷，唔免怨叹这个世界无公平，也唔免催人讨人情，海甲天永远牵连。总要有快乐的心情，越头过去唱云的。
情，一切总会停。海海世事，咱笑笑看人生。暂时不如意，唔通家己心破嘴冷，唔免怨叹，这个世界无公平，也唔免找人讨人情，海甲天永远牵连。日出分清，总也有快乐的心情。越头过去啊，像云的。